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2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中东，聊一聊波斯局势啊。这个中东局势剑拔弩张，日内瓦第3轮美伊间接和谈今天开场，特朗普绝不允许核武器，最后通牒压顶，伊朗弥天大谎，硬刚到底。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最近24小时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北京时间2月26日上午，瑞士日内瓦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美伊第3轮间接和谈正式拉开帷幕。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昨晚已率团抵达，与美国特使斯蒂夫·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阿曼外长巴德尔·布塞伊迪斡旋下面对面，但是还是间接的所谓的面对面不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以免打起来了一边是特朗普国情咨文里甩出的导弹打美国本土重建核计划大棒，一边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连夜回击，重复弥天大谎。也就是特朗普说的每句话伊朗人都盯着的。特朗普在国会做国情咨文的时候说这个伊朗的威胁，前面干说后面伊朗发言人马上就骂了，说你就是胡说八道，你撒谎，你什么伊朗威胁论。军舰航母在波斯湾虎视眈眈，影子舰队狂运原油，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练岸对海火力，就是岸基导弹对海控制。所以说很多人一看这哪里是谈判，分明是边谈边磨刀，谈崩就掀桌子就开干，这个老戏码。路透社2月26日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将于周四，就是2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最新一轮会谈，旨在解决长期核争端，并避免美国在大量军事集结后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时间2月25日晚抵达日内瓦，与阿曼外长布塞伊迪会面。半岛电视台2月26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抵达日内瓦，为周四与美国代表的间接会谈做准备。伊朗人还是很积极的嘛，没有迟到也没有让什么别人等多长时间。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对30多个实体实施新制裁，对伊朗的制裁又加码了。特朗普2月24日晚国情咨询直接点火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转述其原话，说我们正在与他们谈判，就是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我们还没有听到那句秘密的话，也就是还没有听到伊朗的承诺。什么承诺呢？就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已经研制出能威胁欧洲和我们海外基地的导弹，并且正在研制很快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他强调我的偏好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绝不会让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拥有核武器。也就是在特朗普看来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他资助恐怖主义，这一点得到了欧盟的响应。欧盟已经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那么伊朗迅速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2月25日在 X 平台发文，无论他们对伊朗核计划、导弹、弹道导弹以及1月骚乱伤亡人数的指控是什么，都不过是弥天大谎的重复。也就是美国人就是撒谎，谎言一个接着一个。纳粹分子葛培尔所说的谎话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你看人伊朗人也这么说，没毛病如今被美国和以色列用来服务于针对伊朗的误导宣传活动。外长阿拉格齐2月25日接受印度采访时说特朗普声称伊朗正在研制很快能达到美国的导弹，此类说法是假新闻。伊朗有意将导弹射程限制在2000公里以内，纯粹用于防御和威慑。美方同日祭出新制裁。美国财政部2月25日公告说今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超过30名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以打击伊朗非法石油销售以及弹道导弹和先进常规武器生产。这些船只只是伊朗影子舰队的一部分，以运输数亿美元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具体包括12艘油轮和伊朗、土耳其、阿联酋的采购网络，涉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防部后勤部导弹部件。
点。同时啊，伊朗这边也没闲着，伊朗国家电视台2月24日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在南部沿海班达尔阿巴斯以及波斯湾岛屿举行演习，这演习还没结束呢啊，练了好几天啊，测试新型武器多层次火力部署，重点岸对海火力，就是从岸上啊拿个小车拖着导弹跑，然后那个导弹呢可以打击这个海上目标。这样的话你美国想炸它也不容易啊，它是卡车拖着跑啊，移动的啊。油弹无人机、沙赫德攻击无人机、新型导弹系统和进攻防御电子战。金融时报2月22日曝光，但2月25日仍然热议的俄罗斯伊朗秘密协议，价值约5亿欧元，伊朗购500套柳树便携式单兵防空系统、发射装置和2500枚 9M336 导弹。所以你看啊，这边啊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喊公平协议触手可及，也就是双方啊努把力，这个公平的协议就能达成了。那边啊是特朗普毫不犹豫啊，制裁的大棒先来了，对吧？导弹没来，这个炸弹也没下来，但是先制裁，然后双航母打击群围上来，这典型的啊边谈边备战。当然了，双方基本态势就这样，但是啊这个口水战啊，双方斗嘴啊，那是一直在持续。伊朗充分发挥特长，就是嘴硬，对吧？一扭脸呢，对伊朗国内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强硬，打死都不屈服，跟美国干到底。让美国人啊头破血流，血流成河，一扭脸面对美国的时候立马就跪下，打人不打脸，就这个姿态啊。所以这个口水战啊也是一波接一波啊。特朗普2月24号国情咨文，这个特朗普说啊，伊朗啊正在重建其核计划，他们支持激进组织，杀害抗议者，就是国内的抗议者啊，其导弹和核计划对美国构成威胁，他们想从头再来，此刻又在追求其险恶野心。然后这个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啊有紧急补刀啊，这是福克斯新闻报道的，说总统有其他工具可用，我希望伊朗人在明天谈判中认真对待，也就是2月26号谈判不是开玩笑的，对吧？谈不成就掀桌子，伊朗人还是小心点吧。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导弹问题是大问题。这个伊朗人说了，导弹问题不容谈判。上一次托人给这个伊朗递的那个条子，这维特科夫嘛，伊朗的外长阿拉克齐呢信都没打开，直接退还回去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导弹问题不容谈判。这回卢比奥在2月26号谈判之前，他又对吧？最后通牒，导弹问题是大问题。如果导弹问题谈不成，你前面核问题谈成也没用，还得挨揍啊，就这么简单啊。伊朗外交部2月25日连发多条这个社交媒体文章啊，发言人巴盖伊 X 上发推啊，发那个原文说啊，美国和以色列关于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以及伊朗骚乱事件伤亡人数等一切指控，不过是一系列弥天大谎的重复。职业说谎者在制造真相幻觉方面有着特殊专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月25日明确说，伊朗目前尚不具备打击美国本土能力，但如果美方发动袭击，伊朗将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我们希望他们理解这一区别。那伊朗外长的意思就是我们啊够不着你脑袋，但是我能够着你脚趾尖，对吧？你要打我，我就踩你脚几下，就这意思啊。那踩着你脚算威胁吗？阿拉格齐细心的提醒美国人注意这中间的区别，对吧？我毕竟够不着你脑袋啊。所以这个心理层面啊，美方释放有限打击，准备就绪。特朗普2月23日社交媒体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说将是非常糟糕的一天，最终决定权在我的手中。2月24日 CIA 用波斯语在社交媒体发招募视频，这个是华盛顿邮报啊路透社2月25日报道啊，说这个中央情报局能听到你们的声音，并且希望帮助你，也就是冲这个伊朗国内老百姓喊话了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有什么不满的赶紧起来。伊朗驻荷兰大使馆回击说啊，美国连装都不装了，这分明是公然干涉伊朗内政，如果角色互换，他们会多么愤怒。美国的双标暴露无遗。伊朗这个不仅嘴硬啊，而且一边还秀肌肉啊。议会发言人加利巴夫2月25日对议员说，我们仍准备进行有尊严的外交，
就是说啊，打人不打脸，跪下可以，但是讲究姿势，姿势要帅，就这意思啊，这叫有尊严的外交。但也准备进行防御，让侵略者后悔自己的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2月25日在马赞德兰省表态，这是新华社报道啊，他说我们看到谈判前景良好，在最高领袖指导下继续进程，超越既不战也不和的局面。我感觉这个佩泽西奇扬是在甩锅啊，把这锅甩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头上，也就是现在这一切啊都是在哈梅内伊的指导下进行的，到时候出了事挨了揍，可别怪我总统佩泽西奇扬没能力，对吧？这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指导下进行的，这锅甩的丝滑啊。所以特朗普还是老套路啊，就是极限施压，一会儿好战，一会儿安抚，对吧？经典的商人思维啊，就是先吓唬，然后再给点甜头。那对付伊朗这样的国家还是管用的，因为伊朗国力毕竟弱啊，这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啊。伊朗虽然嘴硬，但是心里比谁都清楚。86岁哈梅内伊接班人的安排4层了，双方都演给国内看。美国秀肌肉，稳选民，因为毕竟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到了，也国内也不能出乱子。那伊朗呢？那更是啊，这个国内的盘盘们嗷嗷叫啊。这个双方的军事部署啊，也是密不透风啊，这个是按照随时开战的节奏准备。美军是2003年23年以来最大的集结。而伊朗霍尔木斯杀手锏加俄制柳树这个导弹备战。根据这个路透社啊半岛电视台2月25日至26日这个密集的新闻报道，美军部署细节，2大航母战斗群林肯号已经就位，这个福特号对吧停在希腊先疏通一下马桶，有点像那个天下无贼那个上面范伟是吧，在火车上打劫啊，他说我先劫个色。这个福特号航母啊跟林肯号航母说啊，我先上个厕所，就这意思啊，我先大个便。一共是14艘战舰啊，潜艇多少艘不知道，在水底下没人知道。自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以来最大规模，可发射150到250枚战斧导弹， F-22 战机对吧，一共11架抵达以色列机场，运输机、加油机密集运送弹药。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威慑来自实力展示，在紧张时期我们确保部队到位，保护我们的士兵。你怎么说还得先保障人家上厕所的权利啊，要不然临打仗的对吧，这个上厕所要排队1个小时，这大家也知道，本来就是叫懒驴上磨屎尿多，这一旦打仗大家一紧张，这屎尿本来就多，结果你说这排队1小时，这不是影响士气吗？耽误战斗力啊。那伊朗方面呢，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2月24号到2月25号，伊朗革命卫队在班达尔阿巴斯以及纳泽阿特群岛演习岸对海火力、无人机识别加沙赫德无人机打击、新型导弹还有电子战。土耳其媒体2月21日报道，革命卫队海军试射叫赛德3舰空导弹护航，沙希德什么苏莱曼尼级舰艇。总之啊，这个一套眼花缭乱的这个组合拳，那耗子在猫面前那也是张牙舞爪，是不是？趁猫不注意也得挠它一下，就这意思啊。金融时报2月22日曝光，俄罗斯和伊朗5亿欧元协议，500套柳树发射装置加2500枚9M336导弹，这玩意儿肩扛式啊，专门打这个美军的飞机的。但是我觉得它这只能打直升机啊，它这射高只有4.5公里，射程6公里，那只能打直升机和那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你打F-22、F-35那有点够呛啊，够不着啊。当然了，这个美西方媒体还有俄罗斯媒体热炒的啊，伊朗已经快要跟某大国达成采购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显然是要拖某大国下水，所以双方也在博弈啊。美方展示可维持数周的兵力，伊朗暗示不对称反击，封锁霍尔木斯，打美基地，袭击以色列。这个有人就担心啊，这么持续打击的话，美国的这个弹药就不够，消耗美军的库存。我看有很多媒体报道啊，这伊朗已经准备了叫这个狼群战术啊，就是它好多那种摩托艇啊、快艇上面架着机枪，架着 RPG 或者架着什么导弹，它多啊，上千条，在霍尔木斯海峡要冲击这个航母，这叫什么饱和式打击？怎么说呢？多多少少有点像那个100多年前啊，森格林沁对吧？对付英法联军在那个通州八里桥啊，骑兵冲这个人家持热武器的吧，持枪的英法联军，那只有悲壮没有别的。最精锐的蒙古骑兵碰上这个枪炮，还能说什么呢？冲的越多死的越多呗。对，我记得那个电影叫《火烧圆明园》嘛，我还有印象啊。我通州的八里桥我是去过的啊，那上面还有很多那个子弹打在上面的那个坑坑洼洼的，你知道吧？
在那个八里桥地铁边上啊，不远。当然了，美国和伊朗国内也还有不同的声音。我们看看双方国内啊，美国军方是担心武器耗尽加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伊朗街头现在学生一定规模的抗议加经济绝望的浪潮。也就是伊朗国内啊，我们不管怎么吹，老百姓日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烂，越来越差，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美国国内啊，联合国参谋长主席凯恩等通过媒体释放顾虑，伊朗打击可能耗尽美国武器库存，长期打击将把美军库存推向边缘。部分顾问希望以色列先动手，如果以色列先动手，政治上好得多。国会情报委员会已获简报，进入可执行选项阶段。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啊，以色列指望着美国上，那美国现在说指望着以色列，要不你先来一下。伊朗国内呢，2025年底至2026年初抗议虽被压制，但2月仍有大学生一定规模的示威。你比如说2月23号啊，正好伊朗各个大学开学，他们游行示威，最主要的还是要求释放被捕的一些学生。当然了，经济困难也是原因之一啊。经济崩溃，里亚尔暴跌，通胀42%以上，食品涨价72%，普通家庭月薪180美元却买不起鸡蛋、肉、油。这个根据中央电视台啊第4频道国际时讯24号的这个报道啊，普通伊朗家庭几乎所有收入都花在租房、食品、药品。人们谈论的不再是如何变得更好，而是不更快的滑落。这个凤凰卫视啊，那个李锐啊，咱们以前也转过他的视频，他不是经常在那个伊朗的德黑兰街头采访伊朗老百姓嘛？我看了一下啊，他最近又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啊，自1月后采访非常困难，就是伊朗老百姓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大家叫三缄其口，到处都是民兵卫队，对吧？都是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那个民兵组织监视，都是特务。你敢接受外国人采访，胡说八道，立马把你逮起来，对吧？老百姓开始发口罩啊，这就是李锐说的啊，采访是非常困难，民众对镜头反感，甚至啊认为，对吧？这某些国家的记者跟伊朗的政府合作是金话筒，是伊朗政府的传声筒，社会撕裂，民众普遍焦虑担心。所以你指望乞丐守襄阳，怎么可能呢？你指望饭都吃不饱的人去守德黑兰，那不是想多了吗？有伊朗民众说啊，这是我看那个李锐的视频啊，接受采访的伊朗民众说啊，我们为政府做了50年了，也就是那个伊斯兰革命啊，不胜利47周年嘛，也就是伊朗人说，我为政府服务了50年，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对吧？听你忽悠了50年了，日子是越来越难，你让老百姓支持怎么支持啊？所以说这个伊朗的老百姓说啊，现在是政府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这个谈判们不喜欢说吗？不要问为国家为你做什么，要多问一问自己，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啊？谈判结果不仅是战是和，更是经济压力，也就是不管打还是不打，伊朗的这个经济压力他解除不了啊，老百姓的日子难过。今年3月底伊朗新年却没有新年气氛，市场极端萧条。伊朗的这个硬汉派，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保守派主张强硬，而改革派总统想谈，但被架空。佩泽西奇扬，对吧？已经被架空。实际上他不架空也就没什么权利，何况现在那更没权利了。现在伊朗的话事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什么主席什么拉尼贾尼。美国军方喊打不起长期战，特朗普却高喊所有的选项在桌面上。伊朗老百姓喊饿死了，政权却忙备战接班，两边都不齐心，谈崩的概率极高。伊朗能不能跪得更丝滑一点？即便伊朗跪得很丝滑，难道就避免挨打了吗？我们再看看这个世界其他国家啊什么态度。这个以色列啊，根据这个耶路撒冷邮报还有美联社2月25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议员说啊，我们正处于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日子，我们睁大眼睛准备好任何情形。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那将是他们历史上最大的错误，我们将以他们无法想象的力量回应。以色列安全内阁开常会评估战争风险，视日内瓦为关键转折点。官员希望任何协议必须彻底拆除核设施，而非仅停止浓缩。这个咱们一直说啊，虽然这个说法这个比较粗俗，但是特别形象，好便于理解。就是你伊朗，对吧？你写个承诺，说我这个当太监，我入宫，我绝对不乱来，我发誓的绝不吃伟哥，绝不乱来，我控制。那人家不信啊，人家说了要把你删掉才行。
才放心啊。那伊朗说我先保留，对吧？这是我的人权呢、权利啊，我不用，但是我必须有，对吧？那以色列和美国人不同意啊，谁知道，对吧？你到时候你管不住自己，所以这个根本矛盾就在这儿。那以色列说了，你赌咒发誓没用，你签个协议没用，只有删掉才有用，这是以色列态度啊。那欧盟呢？欧洲理事会高级代表就是这个外交委员会啊，卡拉斯说啊，他说在伊朗问题上，我们强调必须采取外交途径，我们对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和支持恐怖主义的担忧。这个欧盟已经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啊。这欧盟的意思是，他是不支持伊朗搞核武器、弹道导弹，还有支持恐怖组织。但是啊，他也不希望打仗，就希望这个首选外交途径，这就是政治正确呗。俄罗斯呢已经表态啊，支持公平政治外交解决方案，尊重伊朗这个核能啊合法权利。与阿拉格齐通话协调，拉里贾尼曾访问莫斯科。金融时报曝光的这个就是5亿美元的那个柳树导弹啊采购计划，被视为给以色列一道死题，给美国埋雷。卫星通讯社等强调，若伊朗倒下，俄罗斯在中东战略缓冲带全失。那大国外交部发言人2月24日在例行记者会说啊，大国密切关注，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在夷大国公民。其他国家呢，这个海湾这些中东的这些王爷国家啊，那肯定是私下的敦促美国克制，但是啊，要打就大打，千万不要对吧？把他打疼了就不打了。哎，这就是沙特啊、阿联酋这国家的态度。你要打，你就最好把他打服了，不要搞烂尾工程，最后是中东这些国家去收拾、去擦屁股，对吧？又得给钱、给武，这得去善后啊。这个印度啊，现在开始转向了加强与以色列安全合作，所以这个各国啊都各打自己的小算盘。以色列想彻底废核，正义联盟大哥卖武器加外交撑场面啊，打气。欧盟呢是高喊和平，但是制裁不手软。那大国呢？大国就是生意照做啊，石油照买。我今天看了一下啊，这个央视啊，还有潇湘晨报2月23号、24号采访在伊朗的中国人。这视频，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联络员唐小林，这个是个湖南常德人，在伊朗从事矿石生意。他说啊，目前留在伊朗的华人约200余人，多因工厂工程未完工暂留。华联会已被8辆大巴指定德黑兰联络点，一旦战事升级，群内通知集合，6到8小时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口岸，20小时内出关。也就是他们的已经做好了撤退的路线，就是先到德黑兰集合，然后从德黑兰到阿塞拜疆口岸出伊朗。这个撤侨计划已经做好了，一共就200多人，所有关口已对接好。2025年6月以冲突时曾成功撤离更大规模，这次压力较小。当地物价上涨约30%，牛羊肉、油、米涨价明显，货币贬值加进出口阻碍，华商生意受冲击，恐慌情绪肯定有，大家心里都没底。中国驻伊朗使馆提醒暂勿前往，做好应急，紧急联系使馆或华联会。外交部表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民安全，大部分已安全转移或回国，留守者做好最坏打算，但生意心态淡定。也就是说啊，咱们也做好了撤侨的准备，最后一批人怎么撤离也安排好了，那不就是等着开打了呗。再说了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再混蛋，他倒不至于冲平民下手，人家炸的是军事目标，所以啊，你不要往军事目标附近靠近就行，不要误炸了，对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要防的是防什么呢？防这个以色列，要防就防伊朗那不着调的那些导弹、防空武器 S-300，那玩意它打不着美国的飞机，打不着以色列的飞机，但是它可以打自己人呢，对吧？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下来。那么伊朗老百姓的现状呢？这个也是根据这个央视报道啊，经济崩溃加战争阴云，民生惨淡。央视报道和凤凰卫视的报道，视频我就不放了，大家自己去看啊。德黑兰普通家庭，夫妻双职工加兼职，每天12小时工作以上，仅够租房、食品、药品。鸡蛋20个，约21元人民币，好像不算贵啊，也就是大概1块多钱一个。但是你要知道，咱们这鸡蛋才多少啊？咱们这鸡蛋7毛钱一个，有的超市是5毛钱一个，而伊朗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180美元呢，也就是按人民币算就是不到2000块钱啊。
啊，1500一个月，1500一个月呢，对应的那鸡蛋是1块多一个，那就是有点贵了嘛，对吧？这个换算关系大家都懂吧？食品通胀72%，药品通胀50%，里亚尔黑市暴跌，进口受阻，超市货架空荡，人们在挨饿。出租车司机直言，2025年底抗议因物价爆发，转向反政权，断网镇压后表面平静，实际上暗流涌动，对吧？民众的心态是绝望加麻木。如果你是富人，你明天会更富；如果你是穷人，你明天会更穷，这个是正常的啊。就是越是这样，那就越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实际上他这个机制产生扭曲了，因为富人他的手段多啊，对吧？他拥有美金，他拥有人民币，对吧？他拥有硬通货，更主要的他拥有渠道，他可以把这些硬通货可以变现，他还能掌握物资，对吧？你要花钱买米面粮油，人家手上就有。所以你看富人啊越来越富，而穷人是越来越穷，这个不要不服，越乱越是这样，对吧？一个社会制度越乱，它分配出问题了，它这个扭曲的就越厉害。战争阴影下恐慌加剧，当多数不得不继续生活，上班排队买面包。3月底的叫诺鲁兹新年无气氛，市场萧条，政权补贴每月1000万里亚尔，这个多少钱呢？1000万里亚尔实际上就是一杯奶茶的钱，2杯奶茶，你说够干什么？年轻一代不满，梦想破碎，中产快速贫困化，青年失业高，跨阶层不满，政权靠镇压加补贴维稳，这个能坚持多长时间呢？所以我一直说啊，这个只要特朗普这么高压制裁围堵，你打不打都一样，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要不了多长时间，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开始维权了。所以2026年2月26号，日内瓦的会谈大概率是又谈了个宽架。细节啊，那分歧大的比那个霍尔姆斯海峡还要宽。那特朗普呢？那恐怕还要等这个福特号航母啊，对吧？上温厕所部署到位，对吧？就掀桌子。至于这个厕所什么时候弄好，这不太清楚啊，恐怕短了1-2天、3-5天，长了恐怕1个星期。我看有媒体报道啊，福特号航母疏通一次厕所好像要达50万美金呢，这也是个大活啊。我们继续关注啊这个伊朗的局势，正义联盟这个事件啊，一点点的在瓦解。我相信啊，我坚信2026年正义联盟的主体部分基本是瓦解完毕。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